今日我哋嚟到咗位於香港葵青區域毗鄰葵涌貨櫃碼頭嘅華印國際物流中心。華印國際物流中心落成於2011年，係華印物流面積最大、產值最高、設備最全嘅物業。倉庫坐落於新界葵涌達美路，15至20分鐘就可以通往香港各地關口以及機場。成個倉庫共7層，配備咗1部貨梯同9部客梯。並設有車路可直達各層，上落貨非常方便。華印國際物流中心共有176個停車及裝卸貨位，能夠輕鬆容納45英尺集裝箱。貨倉總建築面積約100萬尺，每層倉庫可出租面積約為20萬尺。倉庫嘅門闊約6米，層高約6.5米，樓面庫存達到咗1700千克每平方米。目前擁有來自唔同行業嘅租客。華印國際物流中心擁有品質管理體系 ISO 認證，確保服務質量同信息安全符合國際標準，為客戶提供可靠嘅保障。倉庫嘅貨架區擁有完善嘅基礎設施，為租客提供高效嘅存儲同管理解決方案。安全設施方面，倉庫每層設有自動感應消防花灑系統、自動防火閘門、煙霧感應系統，同時連接消防局嘅火警報警系統。倉庫擁有24小時嘅保安巡邏及閉路電視錄像監察系統，以確保貨物同人員安全。倉庫天台設有大量嘅停車位，方便租客嘅使用。歡迎隨時聯絡。